那一天，人类终于回想起了被支配的恐惧。比比死样！咦，一只行直接暴击，威力1颗星。哼，区区蝼蚁。比，等等，那不是你到雷叉用的杵吗？俺刚喊死嘞，对吧？听说出现一只瓮餐，就代表着家里还有30只，够爱用哎！我只有一只杵。有几只不都一样吗？不都可以重复利用吗？哎，还是说打完瓮餐就报废了？难道你上面的杀蟑术是印假的吗？绝招，1天只能使用1次。比比够了，你这集最佳的角色设定够多了，该适可而止。比比死样，交给我，休想靠近我的比比。2只型死亡蟑螂屋，威力2颗星。运用本身散发出的诱惑气味，向瓮餐类似剧毒内容物，是死亡糖果般的强力攻击，效果持久。哦，这不是董后用的武器吗？比比，你刚才怎么不先拿出来？是董后用，可是缺点是首先会吸引更多的瓮餐。哦，不要管我，比比你快走！我也不想管了。蟑螂屋强不用敌瓮餐常出现的角落，不要放在你的脚边。富彩论 Junior 3只型猫咪杀手，威力3颗星。可恶！养兵10年用在一时，富彩论 Junior，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忘恩负义！哦，我难道就要在这里结束了吗？不可以，我不可以害怕，不可以放弃希望啊！首先要调整自己的呼吸。俺跟希望都寄托在这通电话上了。全呼吸4字形，向其他人求救，威力3颗星。阿言姑，你可以赶得过来吗？在人类我败亡之前，我快死了，快来救我！阿言姑 QQ。嘿 ，Bro， 发生什么事啊？别过来！阿言姑，空有看似高大强壮的肉体，其实专注害怕瓮餐30年有余。失策了！没想到阿言姑居然也怕瓮餐。恶心瓮餐退餐！ 5只型酒精or清洁剂，威力5颗星。对，阿言姑，冷静点！比比，不！碰菜轮吧！比比，没想到你最后居然牺牲了。我不会让比比白白牺牲的。阿言姑，我们上！闹米来！救命啊！炼狱级关卡，会飞的瓮餐，推荐招式形态，走为上策。根本你还是卷闸做好了。终极招式形态，外速